请兄弟们大家平安，平安，新年恭喜！新年恭喜！咱今下礼拜开始进前，要开始今晚进前嘛，搁一届往你边啊，向你旁边左右的弟兄姐妹，跟他说新年恭喜，上帝赐福于你。新年恭喜，上帝赐福于你。晚上的所有伫咱早起时的礼拜，特别今仔是新春的清茶礼拜，透过今仔早起时咱的敬拜，透过咱的娱乐，透过咱的祈祷，透过早起时伫咱一只三角组织，和咱的主上帝有真好亲密沟通的时间。愿上帝所有伫早起时的礼拜，也愿伫新的一冬，上帝赐福伫每一个家庭，伫每一个兄弟姊妹的身上，拢会当领受到对主遐来的稳定甲疼痛。伫咱开始今仔早起时的敬拜进前，我需要请大家做伙来念这段的经文。咱来用台语念一解，咱嘛用华语念一解。咱用台语念一解来。你用你的稳定做年冬的免流，你的路径拢有油在地。好，我们用华语来念一次。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感谢上帝，过去的一年带领我们每一个人经历了不论高山或低谷，我们都仍然走到了今天这一天。所以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都是在上帝的保守跟上帝的看顾当中。所以在今天早上新春的称谢礼拜，我们也带着感谢、带着欢喜的心来到上帝面前来敬拜他。我们现在一起用这首诗歌《你的恩典够我用》，我们一起来唱出我们的感谢，也唱出我们对我们的神的颂赞。呼唤心意即实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只有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我们再次重复来唱。呼唤心意即实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只有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阮这兄弟姊妹，咱为着各样代志，咱做来祈祷，也向上帝来讲出咱对伊的感谢。第一项代志，
咱特别为着新的一冬，咱为着咱每一个人会当得到对上帝遐来的平安来祈祷，求上帝帮助，互咱不仅是个人，也是伫咱的家庭，拢会当享受到主的平安伫咱的生命中。咱做人念这段经文，约翰福音14章27节是华语的，华语的，咱做来念。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吃的不像世人所吃的。第一样代志，咱嘛为着除了平安以外，咱嘛求上帝，互咱有喜乐的心，互咱会当伫每一日，无论经过伫什么款的代志，犹原有对主遐来喜乐。所以咱嘛做来念这段经文，咱用华语来念。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这想要请咱的兄弟姊妹，咱做伙来祈祷，求上帝伫新的一冬。特别伫新的开始，求上帝，互咱每一日拢会当真正领受到对伊遐来的平安甲喜乐。咱做伙开嘴来，咱的上帝来祈祷。主啊，感谢你，主啊，伫新的一冬求你的帮助，伫新的一冬我献上我的感谢，也献上我的乐乐。主啊，伫新的一冬求你来帮，求你来赏赐，对你遐上天的平安甲喜乐，伫我每一个人的身上，也伫我每一个人的家庭中，互阮通伫新的一冬来领受到主，你真实甲阮三个人的领受到主你的同在，领受到主。无论你经过什么款的经历，阮永远有信心来活到你。主啊，阮献出你的感恩，我的感谢。主啊，感谢你，主啊，感谢你，主啊，感谢你，感谢你演出我的新的一道，求你帮助我，主啊，帮助我新的一道。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两项代志，个新的一冬，求上帝互咱带着愿望，带着对伊的信心，伫新的一冬，会当继续来跑走咱每一项头前的路。咱再来读这段经文，提别来书第3章23节，咱用华语来念，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诺的指望，不至于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接着我们再念下面这段经文，以赛亚书43章13节，下念，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这邀请我们弟兄姐妹再次来祷告，为了新的一年，我们有盼望，新的一年有一个新的开始，让我们对神充满着信心，对他充满着一个依靠的心。我们一起开口来为自己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主啊，新的一年，主啊，感谢你在新的一年当中学习带领我们，说让我们对你的心靠，让我们对你的信心坚固的，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自己盼望。在这盼望的源头，让我们在这个新的开始的时候，主要来开我们的道路，来开我们前面的道路，主要我们前面都会经过这样的事情，让我们相信在这个新的开始，你会带我们经过一个新的路程。我们也看见你有新的恩典充满在这个当中，在我们现在线上向前，我相信这是一个恩典的道路，相信这是个谢谢你的恩典给我们用。最后两件事情来祷告。第一件事情，求神让我们在新的一年，让我们都成为一个和睦人来祷告。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使人和睦的神，是一个和平的神。新的一年，让我们学习一个新的功课，就让我们成为一个和睦的源头、和睦的管道，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的经文，罗马书：若是人行，总要尽力与人和睦。另外一样代志，即马上重要，求上帝赐福咱每一个人，伫新的一冬，拢会当领受到上帝满满的赐福，伫任何咱心灵拢真正
感受到有主动在是何等美好的代志。咱做来读这段经文，咱用华语来读。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咱做为着这两项代志，第一项为着家己真对是一个和睦人，真对是一个和平来祈祷；第二项为着新的一天，真领受着上帝上天的祝福，咱来祈咱做开始的这项代志来祈祷。主啊，感谢你，主啊，新的一天帮助我每一项，真对是我主的。主啊，感谢你，主啊，感谢你。新的一年已经开始，主，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献上我们的赞美。过去的一整年，从岁首到年终，我们都看见你的恩典，在我们所走的路径当中，都充满着你的自由，都看见你满满的恩典。主啊，或许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我们经历了高山或低谷，但主，我们相信你是仍然与我们同在的神。主啊，你求你赏赐给我们足够的信心，给我们足够的盼望，在这个新的一年开始，这些新的一档的开始，我们会当更加来挖靠你、仰望你。主啊，因为我知只有你是我的上帝，我知只有你是我通所挖靠的。主啊，求你新的一档，也将你的恩典赐予在我每一个的心中，也在我每一个家庭的心中。我真正看到主是何等的美好。主啊，看见你真正是在我的生命中行奇妙代志的上帝。主啊，帮助我。我透过伫今早去写礼拜，也搁一届用阮的歌声，用阮的祈祷，用阮一切的娱乐、一切的敬拜，拢献上伫主的面前。愿主来带领咱去写礼拜，将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也交伫主的手中，求主来引带。安尼祈祷，拢是用靠主耶稣的性命来求。阿门。这时候邀请弟兄姐妹，邀请咱兄弟姊妹为咱的这位起立，咱用拍婆啊，用欢喜的心，再来敬拜咱的上帝。咱做拍婆啊，咱的上帝。开始用咱的歌声，将一切荣耀、荣耀拢归于咱的上帝。咱做拍谱啊，来唱这首诗歌。一切荣耀、荣耀拢归我主我的父。伊是看着尊荣甲荣耀，咱着大声唱歌，荣耀耶稣生命。拢归我主我的哦，一切荣耀荣耀拢归我主我的哦，伊是看着尊荣甲荣耀，咱着大声唱歌，荣耀耶稣生命，哈利路亚，阿拉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拉主哈利路亚，哦，阿拉主哈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个就该对主讲出咱的儿乐，一切荣耀儿乐，拢归我主我的王。你是看着尊荣甲儿乐，咱就大声唱歌，儿乐耶稣生命。哈利路亚，咱就大声来唱哈利路亚，儿乐主，儿乐主，哈利路亚，哦，儿乐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儿乐主，哈利路亚，哦，儿乐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时候我们是用华语来唱，我们用华语来唱。一切歌颂赞美都归我主我的神，你是配的歌颂与赞美。我们高声呼喊，高举耶稣之名，哈利路亚！一切歌颂赞美，一切歌颂赞美都归我主我的神，你是配的歌颂与赞美。我们高声呼喊，高举耶稣之名，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哦，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哦，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再一次对主说大声的赞美他，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哦，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哦，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地眷顾你的儿女，你必照所应许的成就。你也不必看顾这地，聆听我们声音，祷告盼望，荣耀复兴降临。我们相信新的一年，你的眼目必看顾这地，看顾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在这边一起大声的敬拜，来向你来呼喊，大声敬拜，全心呼喊，全能的神愿你降临，慈爱双手。大能帮备，直到如今更新圣经，敬拜神灵，充满
我们得宝珠，是我们的宝珠。新酒和油满溢，主你定要赐福在这地，要赐福这地。主让我们在新的一年来遵行你的旨意，遵行你的旨意，全备会转向。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定义来跟随你。眼目遍满在这里，你眼目，你看顾着你，眷顾你的儿女，你必照所应许的成就。你眼目，你看顾着你，聆听我们声音，祷告盼望，荣耀复兴降临，祷告盼望。祷告盼望，荣耀复兴降临。祷告盼望，祷告盼望，荣耀复兴降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新的一年，主求你的眼目看顾在这地，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哈利路亚！这时候我们一起来唱圣诗，咱一起来唱圣诗435首，咱就来唱这条圣诗。大家来认识，感谢上帝回心你，世间日子真快过，紧行天路着吉时，紧行天路着吉时，好风是命。那差距我的暗暝，紧行的路无远地，向前的走出身边，向前的到出身边，人踮世间那迷茫，光明富贵拢空空，正是做世行，只望你不变老人，只望你不变老人，一代过了又一代，亲像草马踏过冬。紧行天路无远地，日日的主的工，日日的主的工，青春万年拢我心，求主也我心心，因你行行所着做，好主好我照尊心，求主好我照尊敬，我认真你的心路，年年了日人好心，天涯的路不远地，幸福的心，沿路平安我的心。慈悲听人的主，我的上帝，感谢你赏赐阮这个福运。阮伫寒冷的寒天，阮迎接新春到。新春是上帝你大自然的业力，我要迎一个春天花开，也是万米重新成长，上帝所祝福的日子。阮伫这个新春的起头，阮大家做伙聚集到上帝你的圣殿，而且来调敬你，亲像圣诗所吟，阮大家来吟诗，感谢上帝来过新年。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度过严寒寒冷的冬天，要来迎接新春，百花齐放，春雨降临，也看见神的赐福在这个大地上。主啊，我们不只是要来敬拜、来赞美，我们要在你面前再一次立志，我们要跟随你的脚步，因为大地更新，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心智也要跟着更新，才能够看见神的旨意很顺利的在我们身上来显现。愿上帝听在阮中间，阮大家人对阮工作生活大个所在，今仔日做伙组织伫富强教会，愿阮的聚会像一个大家庭团圆的喜乐，也看见兄弟姊妹久久无见面，阮互相来道平安，互相来祝福，这是上帝给阮上美好的时刻。愿你带领保守圣神甲阮同在，互今仔日敬拜对头到尾，圣神中间伫阮中间做工，互阮逐人拢领受你的恩典，看见上帝的应允，也领受上帝你美好话中的教示。阮伫你面前，我要学习主教是阮的祈祷文，我们用华语是阮的台语，按做来读主的祈祷文。阮伫天li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过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大家请坐。咱三个来启应，启应文22篇，诗篇95篇。来啊，咱来唱歌学了上主。咱着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伊统合地极清的所在，伊创造海洋，大海属伊。来啊，咱来鞠躬敬拜伊，因为伊是咱的上帝，也是。咱做伙来祈祷，我们一起来祷告。创造万物的全能主，爱我们的慈爱天父，感谢你赐满意的福气，让我们欢喜快乐过春节。在新的一年开始，我们来到你的圣殿，献上我们的感谢。在过去一年，无论在哪一种境况，你引领我们走过丰盛恩典的一年。主，你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上帝，日月星辰都是你造的，四季变化也是从你命定而来。感谢主赏赐的恩典，我们相信今年你所赐的福，会像春天和秋天的雨水一样，充充足足的再次浇灌我们。主，你赐福在我们的家庭中，每个人都得着你的恩典。在教会中，弟兄姐妹们也能够相聚一起，这都是来自于你的爱。好比黑门山的甘露，降落在锡安的群山，你应许赐福，丰盛永恒的生命给我们。这是何等大的荣耀与能力！我们在你的殿中，在你的面前同心赞美你，祈求主帮助我们能有更多相爱的能力，
让我们可以共同向世人来见证你的大爱。伫新春的团圆中，阮感谢你，赏赐阮厝内有真疼阮的老大人，阮会当甲因来遮做伙做礼拜，嘛享受着因对阮的疼痛。求主赐福教会中所有的老大人，心灵拢平安、喜乐、健康。阮若要为着阮的青少年、少年人甲囡仔、细汉囡仔献上祈祷。感谢主，你赐了全备的智慧，来保守着每一个人的工作、学习，伫逐项的挑战中，会当有教育的稳定甲快乐，互因一切拢会当真顺利。主，我嘛要将阮家己交托伫你的圣手中。求主你完全的平安来掠看阮，无因为环境来影响阮的心。阮因为你永远无改变的应允，心中有望甲快乐，使阮有新的开始，按着你予阮的目标来跑走。激励阮诚做敬拜你、跟对你的人，阮一生拢无偏离。阮要行伫主你所为阮安排的道路上，阮感谢、学乐、祈祷，拢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恭守上帝的话，我们这时候要来读圣经。有两位的所在，第一位是创世纪，第二位是哥林多后书。咱会读一解台语，搁续接读一解国语。咱来读第一位的所在，我们念圣经第一段，创世纪第8章13到17节。咱做伙请。到那601岁。正月初一，地面上的水拢干，那拍开大船的壳，看到地面已经干。2月27，土地拢干啦。上帝对那讲：你甲你的某、你的囝、你的媳妇，拢着出大船。你嘛着互遐个有肉体的活物。包括鸡鸟、精生、甲底肥动物拢出来，互因伫地上生炭，加添真济。我们一起来念国语，请。挪亚601岁那一年正月初一，洪水全部消退。挪亚打开船盖，探头张望。发现地面开始干了，到了2月27日，地面全部干了。上帝对挪亚说：“你跟妻子、儿子和媳妇都要从船里出来，跟你在一起的飞鸟、牲畜和爬虫，你也要带出来，让它们在地上繁殖，布满大地。”第2位的圣经是哥林多后书5章16到18节，哥林多后书5章16到18节。我们咱先读台语，请。所以对他以后，阮无搁根据人的标准捌人，虽然阮捌用人的标准捌基督，毋过即马无搁安尼捌伊。什么人若甲基督结连，就是新创造的人，旧的已经过去，大拢变做新的。这一切拢是上帝的作为，伊通过基督，互咱甲伊搁和好，搁将互人甲伊和好的职务交代阮。我们来念一次国语，请。
所以，我们从此不再根据人的标准来估量人。虽然我们曾经根据人的标准来看基督，现在我们不再这样做了。无论谁，一旦有了基督的生命，就是新造的人，旧的已经过去，新的已经来临。这一切都是上帝的作为，他借着基督使我们得以跟上帝和好，又给我们传和好福音的职分。愿上帝祝福咱大家对伊的话语内底得到智慧甲开力。这时，咱要请圣歌队来献诗。今仔日要献的诗歌是《俄勒天父》。献诗了后，咱要请夏牧师来为咱讲道。讲道的题目是“新春降临，迎旨更新”。有兄弟姊妹，大家新春恭喜！咱甲隔壁讲新春得平安，好，咱甲大家隔壁请安一下来。咱真感谢主吼，咱台语的教会吼，拢足习惯伫新春的时阵，大家做伙同心组织来敬拜上帝。这是咱长老教会应该是真久历史的传统啦吼。当然这嘛是因为
咱即个农村时代到现今，以早吼，咱也无遐尼都市化，也无遐尼即个即个假日的旅游的即个制度的时阵呢，大部分的人拢是倒转去家己的故乡啦哈，全家大细团圆安尼。去年的时大人吼，就开始前一两礼拜吼，就开始拍被啦、整理内底啦、清扫啦，去款食的啦吼。去年吼，迄只市上肥上水的鸡也是鸭吼，准备要掠来抬安尼吼。迄种过节气氛真的非常非常的美好。但是呢，时代真的在演变了。现在的春节哈，大家不在家里煮啦，都从外面买回来哈。那电视的广告说哈，好像在家里面哈，跟我们贺春节的是电视陌生人在跟我们祝新年快乐。所以感觉就讲我们春节能够聚集在上帝的圣殿，弟兄姐妹大家都认识，有的是从外地回来，大家在这边一个温馨的聚集，那真的是很难得，很难得。以后呢，更可能就直接在网络上春节快乐这样子啦。不过无论如何，我们在春节这一个传统台湾的民俗节日，我们怎么样从圣经得到美好的一个启示，或是我们生命的提醒？我想这个是最主要的。春节不在于说大鱼大肉，春节不在于热闹欢乐，春节是在于神给我们什么样生命的启示。随着季节的变化，神给我们什么样的教导？我们要去从圣经来学习。我们先来做祷告。亲爱的主，我哋上帝感谢你，互阮伫遮组织，我们要学习主你的话，伫春节新春降临的时阵，更较领受上帝的恩典甲祝福。也阮知影伫生命中，阮亲像四季咧轮替，阮人生也有起起落落，总是阮若牵到你上帝，你是大自然的主，更较是阮生命的主，所以阮伫清早春节正会找恭敬到主你面前。主，愿你的话诚侪，阮的快乐甲启示，愿阮的平安，阮的一年的祝福，拢是对主你所来。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咱今日所学习的主题叫做新春降临，迎旨更新。咱有读两位的经节吼，这两位的经节，头一位是创世纪挪亚的故事。那这个挪亚的故事吼，有两个重要的点吼。咱小等下做伙来学习。第二段是讲通过这个故事，咱来伫新约的圣经，互咱什么款生命的提醒，就是这个哥林多后书5章11到18节吼。有台语甲华语，我们现场呢，我们有同弟兄姐妹比较习惯说华语啦吼，但是你对于读这个字幕会比较简单，所以牧师可能就直接台语较多吼，咱为兄弟。这个看音幕较无遐尼顺序的时阵，听牧师讲台语，安尼也真顺序的能接受着吼。咱大先所看见的是正月初一，这个是对创世纪内面创世纪里面的挪亚的故事的一段话。他特别讲到是正月初一啊，那一下都好，挪亚他。不是遇到大洪水吗？上帝要他造一个大的方舟嘛，然后开始天下大雨，下不停，然后他在亚拉腊山整艘船都浮起来了，然后就开始到处去漂流这样子。然后圣经节要来说，就是到正月初一的时候，上帝要挪亚，他把船盖打开。这个有一个非常好的，还是很重要的启示，我们要一起来学习。这个是一个图画就是这艘船在山上就停下来，因为水已经退了。正月初一，挪亚开大船的挂，安尼这是挪亚，然后看见大地
伊就伫遐来献祭，是8章20节，咱今日无读到啦吼。讲那阿为着上主起一座祭坛，对礼仪上清气的精生，甲杯照中间带一部分来献祭，献伫祭坛献祭来做烧化祭。这是人重新开始接受到新的生命了后，那阿来伫这个所在起祭坛来敬拜上帝。这是一个非常珍贵的开始啦，珍贵的开始。我们来复习一下，挪亚601岁。其实挪亚在500岁的时候就开始来传福音，来要人家悔改，但是100年没有人这样子做，所以上帝就决定说要用大水来灭这个人类。但是他为了留活口了哈，就拣选了挪亚一家留下来，生命留下来，因为其他人都不愿意听嘛。然后600岁的时候就造方舟，然后上帝降大雨，变成洪水。然后到601岁，他已经等了1年哈，在正月初一，那犹太历哈，当然甲咱台湾也是讲咱台湾就用两个历啊，对不对？咱打过迄个西历的新正嘛，过无20几天，用搁过旧历正，你过了嘛真习惯啦吼。新历正是政府的运作，旧历正是咱台湾人的祭期。事实吼，犹太人嘛有两个历呢吼。犹太人的历是安怎？正月初一甲7月初一拢是新正啦。这是拢是犹太的新年。毋过正月初一是犹太的宗教历，7月初一就是犹太人的民间的历，就像咱的旧历甲新历的意思。当然咱这个历法拢是因为人为着生活作息所运作出来的，没有一个标准。因为犹太人的新年也不是我们的新年啦，所以伊讲正月初一毋是咱今仔日啦吼，但是它就是一个象征，一个新年度的开始讲那601回正月初一是上帝所拣选的日子，讲一切全部解决啦，因为迄个时间全部解过来，是那拍开大船。拄则咱讲到迄个旧历就是犹太人的历，甲咱台湾的历无相共。咱若搁甲历史推进前，咱知影讲吼，上帝即个所谓犹太人的历，迄嘛是犹太人出埃及的时阵才定的即个那的大水，迄是搁较早，毋知几千担吼。所以我们不会把它拘泥在所谓的哪一天才是正式的初一啦，因为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春天，大概是春天他们犹太人把它称为亚比月、阿比月。上帝就吩咐以色列人讲，把这个阿比月，这后来甲改做尼散月定做正月。所以犹太历若是用照今仔日咱甲对照他们的元月是从亚比月开始。换句话说，大概是在西历的3、4月。你如果觉得很混乱你就知影讲搬假节，你就知啊。搬假节大概就是咱过偌节前后嘛耶稣就是搬过节吃暗顿所以大概他们的春节或是说他们的正月初一，大概是那个时候开始但是他们的正月初一跟我们台湾的农历一样，有时今仔日有时每年都变2月会变化不要紧，迄是为着要做事为着迄个大自然的变化的应用就对啦所以咱在咧讲到6月正月初一，咱免甲想讲是今仔春节，但是正月初一在挪亚的日子里面有什么让我们启示的、学习的因为讲船内的人活米会当行出去伫大船，进到大水消退后的世界。因为即摆咱一年读一遍圣经，真侪人拢都读过创世纪，你印象还阁真深啦上帝用水来灭世间人，迄个时代是那阿的时代，所以那嘛是代表阿当甲夏娃
所传落来这后代中间，上帝佫定心佫经一组人来佫定开始的。啊，所以圣经改讲正月初一，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有很多重要的启示跟象征啦。第一个就是新的年的开始，挪亚和儿女走过这个已经毁灭的世界，上帝存留了活口，一对一对，无论是动物或是人，要面对新的生活，要面对新的挑战。以前的拥有都完全失去了，要重新来过，那是一个生命极大的变化哎。虽然大自然它生生不息，大自然在水消退以后，圣经不是有记载说，迄个拉阿吼放一只粉鸟吼出去安尼，啊夹一支叶啊，夹一支枝凳啊，表示讲开衰退了，万物又开始生长了。所以，这天对拉阿甲伊的百姓尊德的画面来讲，是新生命的开始，嘛是要踏入新世界的第一步。虽然咱今仔日我们生活状态你也不会觉得昨天古历这个29暝今仔日初一有啥物无共款啦？只讲来注意天气寒冷，也是咱等下要出去外口佚佗、踏青，也是要行村爱塞车袂啦大概你袂去注意遐尼多。但是圣经所予咱迄个拉阿的家庭，真的是一个大水前跟大水后完全新生命的改变。这改变，挪亚做了什么事呢？圣经今天我们有读到就是在8章20节的时候，他说挪亚为上主建造一座祭坛，他从礼仪上定为洁净的各种牲畜和飞鸟中各选一只，放在祭坛上做烧化祭。圣经说，上主喜欢牲畜发出的香味，心里想，我绝不再因人的行为诅咒大地。我知道人从小就心思邪恶，我绝不再像这一次把地上所有的生物都毁灭了。上帝还应许说，只要大地存留一天，地上一定有播种，有收获，有寒暑、冬夏和日夜。等于好像上帝佫另外创一个世界，不是重新做的啦。等于他用大水把整个世界重新再来一遍。像这位咱的教会这几年拢有一个真好的习惯。过春节的时阵，咱摒厝内，哇，甲厝里遐二手物拢摕来教会。今年因为咱圣诞节的时阵有办这个二手义卖，所以咱提早整理。所以还没到春节我们地下室都塞满了。所以呢，在礼拜一我们就赶快联络我们常常关心的那个在南部中会的建山教会，请他们来把这些物品载回去。他们一共开了4辆车，特别还去借了一辆大卡车，然后把咱所有的物件拢清清的收的刚好礼拜一就载回去了好像重新整理过你的家。春节整理过，你会觉得心中很舒爽，对不对？虽然现在的生活我们家里面一般都很干净了，其实只是一种心理上的一种更新那我们看到上帝怎么在以挪亚这个动作里面祝福呢？第一个，拉阿嘛是伫正月初一水大行出大船。以大声来敬拜上帝，起祭坛来敬拜上帝。这嘛是咱长老教会伫正月初一来到主面前新春感恩礼拜，咱叫做清谢礼拜，同款的意思。咱就是要甲新的年开始，我踏入新的地，我出大船的门，我就先敬拜上帝，因为上帝安怎应允伊讲。我无搁再因为人的行为来咒诅这个地啦，我只要大地若悠然存在，就有灾情、收成、寒热、冬天、热天、日时、暝时，拢会搁继续。
上帝因为挪亚的敬拜、挪亚的献祭，然后神再一次施恩在这个大地上面。那么知影讲后来圣经有记载讲，上帝用一个彩虹一个坑来做记号，这是上帝伫那这件事顶面所做真水、真美好的事。他伫今仔日春节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我们可以做一个思考：新春降临，怎么样迎接更新呢？挪亚他整个家庭完全更新了，生命也更新了，世界也都更新了。那如果在我们的家、我们的个人，我们怎样迎接更新呢？我们倒转来台湾人的民俗节气新春那601岁的时阵，讲降会吹，甲咱农历即马较少人讲但是咱知有这个故事，叫做年兽啦。过年年兽的故事真趣味这安怎来？咱只传说神话就是讲唔知啥人讲的，不过大家拢知影迄叫做神话传说啦。那在华人的文化当中，这个古老的年真歹过无像今仔这里欢乐气氛，因为充满了害人的危险，这样子充满了害人的危险。这是咱传统的民俗的话甲这年兽画安尼青面獠牙，迄即马少年囡仔咧看迄个电玩，可能像安尼安尼张牙舞爪，因为这是年兽会来吃人啦这个是另外一种年兽的传说现在是比较卡通版的现在这个比较可爱比较卡通版的年兽安尼那无论如何，听讲这个年的传说，我简单讲，因为那个版本太多了牧师其中一个版本来说一下。他说山中有一只猛兽叫做年是一只野兽。伊安那呢？伊足惊热，爱困伫山里，困拢困规暝啦。伫到29暝就醒来四过要去找食因为休一年讲动物的中间人上多啦，人最多，所以呢，他就想要吃人来过他的新年，他这个年，人们因为惧怕，人会惊吓嘛，所以当边要米无路要米到伊就年若闻到人的味就要来就对啦，所以古早讲祖先因咧过年毋是像安尼团圆祝日快乐是赶紧四过煞四过闪，米起来就对啦，惊这个年兽来甲食去安尼。但是因慢慢较讲，这个年兽足凶猛的毋过有伊的弱点呢？什么弱点呢？伊足惊红的，红色的若看到红的伊就会惊。第二有火光嘛会惊。愈老者愈吵的声，伊嘛会惊，安尼就对啦。所以慢慢人就找到一个办法啦，讲要避免这个年兽来甲咱搅扰。就像一只豺狼啦，一只熊啦，要来甲咱咬，咱会晓甲动共款因安那呢？安尼甲打红纸所以变做春联出来咱一惊吵，咱甲放炮，哇，变叫安尼看到火，看到炮，看到春联伊就无用人食人，赶紧要灭起来昨暝我就足注意讲12点到有人要放炮无？奇怪。咱台南咱教会附近无人放炮呢，即马毋惊年兽就对啦。听讲咱较早大清伫咧做市长的时阵讲禁止放炮安尼毋知有影无？袂歹，即马迄民俗嘛会改一啦毋免咧半暝放炮安尼开门安尼总共这个年兽的惧怕是在象征人类面对大自然的敬畏所以这个故事讲过当天。大家看见年兽，佫入去山顶无食人，所以就大家闹热来庆祝啦像重获新生共款安尼来欢喜快乐庆祝安尼。
他这个故事你讲给囡仔听，囡仔只是好笑好玩而已。讲阿嬷，你讲的咁真的安尼哦，我就是要压岁钱就好了，其他我不听了哦。换句话说，这个像那咱规个台湾人吼，迄定网络现在在检讨讲吼，全台湾人2000多万人拢全部休困哦，到底是好啊唔好安尼啦？因为大家拢烧客去高速公路顶，啊无就去观光场所，啊大家都休息，等于大家都不休息的感觉。那这个是现代人应该过的节日吗？有人在检讨安尼对不对？但是其实哈，年兽尽管是传说，是神话，但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啦。新年不只是过年，昨天跟今天有什么差别呢？昨天冷，今天也蛮冷的啊。以前的人是过年是为了躲过年兽的攻击，但是我们又看到说，既然有攻击，怎么人们经过千百年的威胁，还是活得好好的、啊，也没有怎么样啊，哈。但是你知道吗？人经过这个生命的记忆，我们的民族的记忆，人类躲过了年兽、洪水、陨石、气候变迁，前不久大地震，能够活到现在。他用许多的传说在提醒我们，就年兽的传说跟我们讲说，生命不是那么简单，不是那么容易。就像挪亚，他经过了生命的大灭绝，然后船靠在山上，然后船盖打开，走出来，面对一个全新的世界。以前的房子啦，以前的所有的住家都消失掉了。就像洛杉矶前几周发生大火，所有的豪宅都烧得一片光，找不到他自己的住家在哪里。那这个不是一种很大的威胁给我们的警示吗？所以弟兄姐妹，年兽尽管是传说跟故事，但是我们面对了生命的年兽，生命中的年兽啦。这年兽还搁伫咱心内，个人的年兽无同款吼，你的年甲我的年无一定同款，但是伊唔捌离开咱。伊试过游行，找好落堆的啦，会当吞食的啦，伊袂手软哦。就像圣经里面彼得前书5章第8节所说的，我念台语的，要谨慎，要警醒，因为恁会对敌魔鬼亲像在吼的狮，四过行在找吞食，一通吞食的人。这句话可以给我们一个提醒哈，这个是中文的。我们人肉体上好好的，我们会注重营养、注重养生、注重健康、注重睡眠、注重休息。但是你知道，魔鬼他会用各种手段渗透你、引诱你、吞吃你。很多人会绑在他自己生命的这个锁链里面，可能是工作的锁链、家庭的锁链，或是你生命很多心思的锁链。那这个年兽才是让我们无法发觉。台湾哈，最近这几年最头痛的是哈，除了中国的搅扰以外啦哈，他们用什么网络啦，用什么一大堆有诶无咧，甲咱渗透，甲咱足头痛。啊，不过咱人较袂咧注意，迄种政府咧无用。另外一种就是诈骗，他用诈骗让你乖乖的把钱把它汇出去。其实那个就是很明显一种所谓魔鬼的作为啦。但是人为什么会乖乖的把钱汇出去呢？年兽就是类似这样子，它让你不知不觉当中受骗了，还以为可以得到更多。所以我们看见这样的警醒，它在生命上对我们什么样的伤害？有一段经文可以让我们最好的对照。他对抗上帝，他毁灭人类，也偷窃人生。约翰福音第10章第10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哈，伊讲出来一定是要偷掠、要杀、要毁灭。我来是要互因得到活命，得甲真丰盛。耶稣真清楚甲咱提醒，这个贼就是魔鬼
这个贼就是黑暗的势力，空中的掌权者，他就是无爱你好就对啦。就像这诈骗集团，就像这安尼渗透，要甲你台湾毁掉的这款对敌的开力，咱人嘛有这款的对敌，就是贼。中文的说盗贼进来，无非要偷、要杀、要毁坏。耶稣说：“我来的目的是要使他们得生命，并且得了更丰盛。”所以，兄弟姊妹，咱今仔日来过新正，咱大家学习讲，年兽并不是单单讲伫29暝出现的迄只猛兽啦，年兽是咱眼前的恐惧。很多人在新年的时候，他有时候不想回家，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不想回家？因为回到家熟人都会问你今年几岁啦，有没有女朋友，有没有男朋友，生几个啊？那最大的忌讳中，你即马薪水偌济安尼有赚偌济无安尼？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心中的一些为难呐，因为很多的恐惧跟挑战就是年兽，它并没有离开。所以最大的敌人不是年兽，是我们的心。所以人的心如果转坏的一方，就像年兽一样，我们以为年兽消失了，实则上年兽还是活在我们的心里。所以农历年不但是新年嘛是新年啦，新的年。新年甲新年拢有关要过，拢爱躲避年兽的攻击。所以，伫今仔日这个新年的中间，我甲兄弟姊妹大家做伙学习啦不管是心内心外，咱的志向拢是由心来决定的。新的问题用心来解决。古早的故事讲用鞭炮、用春联、用安尼闹热来赶走这叫年兽，但是你心中的年兽怎么除去呢？神用他的能力来帮助我们。年兽不是古早迄个惊热爱困除夕他出来攻击的怪兽，是人心里面的恐惧、惊惶掌控我们的心是这个。所以。为什么这个年兽虽然是一个故事，但是人还是会传说它？其实它是一种，不是用变种，就是一种仍然能够 touch 到我们的心。我们知道这个年兽对我们的生命是有负面的攻击的。兄弟姊妹，我们人因为心生恐惧，所以对现状没有安全感。我们在工作、家庭、婚姻，有时候也会失去安全感。所以我们常会讲说年关对吧？做生意人上惊年关嘛有诶食头路的人讲你年关才好过歹过。那我们新闻足好报遐个，安尼互人足羡慕的代志啦。讲什么年终偌几个月安尼讲要分几个月，讲欢喜甲你唔讲我都无奇怪，那新闻拢讲有咧。所以明年如何？老板对我满意吗？同事喜欢我吗？我的爱情会不会有开花结果呢？我的另外一半、我的家、我的配偶是不是很忠诚呢？我的儿女是不是能够非常好的成长呢？所以不安、惊慌抓住了我们，这个就年兽。年兽就是来自于心中的恐惧。所以兄弟姊妹，咱来到主的圣殿。咱来到主的面前，咱无亲像一般咱社会人讲我要去抢头香我要点光明灯我要照什么祭母。其实那个行为我们都能理解，因为他就是想要得祝福嘛。那其实我们真正的祝福是从我们内心的强健，耶稣的救恩在我们里面，我们那个力量才能够抵挡所有变种的年兽。任何可能攻击我们的年兽、引诱我们的年兽、年兽所以年兽化作种种的困难伫咱目睭前，所以咱要用信心来看，才有勇气来消除去。
所以咱基督徒感觉讲，咱会当活了更较有意义，毋是咱一般所看的成就，就亲像过正，有的人无爱人甲你问讲，啊，你今头路好啊歹？吼，我们觉得那个不是我最关心的啦，你的关心不是我的关心。那问题在于说，你怎么样在过去的一年，我的人生也许是很顺利，赚大钱，升官，但是有的可能我没有啊，甚至做生意做得不顺利啊。但是你怎么样有基督的爱继续激励你？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他是从死里复活的能力，他要让一切的困境会转变，使我们从死里复活有更美的价值观跟使命感。所以胜过年兽，我们不是用再多的爆竹啦、火炬啦、春联啦，都只是一个热闹、过眼云烟。重点是从心里着手，从内心着手，能够将年兽赶离。换句话说，惧怕不是来自外在，而是从里面来的。惧怕使我们的心动摇，认不清前途，看不懂明天。人生本来就是不确定的哈。我们知道，我们这样解决心理的恐惧。主给我们一个最大的一个启示，就是爱。当有神的爱在我们里面，他说这是一帖胜过恐惧的解药。我们心中有爱，就能够胜过年兽。所以弟兄姐妹，年兽已经来过了，还存在人们里面，那你心里面，在眼前。所以拒绝并不一定能解决事情，它也不是一整年躲在山上。这个年兽黏踢踢啦，拢要对你的，不是今年过就好啊，那上帝的儿女不是消极对抗这个撒旦，不是逃避，而是积极领受这个职分、这个使命，领人劝人与上帝和好。这就是我们在今天读的第二段经文所说，伊讲安尼无论什么人，哪甲基督结连就是新创造的人。他很强调，我们比较习惯说新创造的人，但是要新创造是甲耶稣基督相结连。这个年兽用各种方式在搅扰你，但是你要被耶稣的基督的生命来更新你，所以要在跟基督先连结，旧的已过，都变成新的。无论谁一旦有了基督的生命，就是新造的人，旧的已经过去，新的已经来。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到，胜过年兽才有重生了赶出年兽才会互相恭喜。我们要求神给我们一个胜过心理跟眼前的年兽，变化为领受，然后神给我们一个更大的职分，就是领人与神和好，传福音，有更好的生命品质，而且一年考过一年。兄弟姊妹，在这个新春2025年，我主要要祝福咱大家人在咱的生命当中，如同挪亚面对新的生命，上帝给了新的应许。它会有春夏秋冬，它会有大地存在、栽种收成，天气冷天气热，春天冬天，神要继续照顾我们。第二个，我们教会要迎接明年就是50周年。神在我们我们这一年当中49年的时候，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里面，借着耶稣基督的更新，我们领受了一个全新的生命的能量。年兽它不会跑开，但是主耶稣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会有新的生命，不必再被年兽所捆绑、所搅扰。所以我们借由灵修，我们借由跟神的亲近，借由敬拜神，我们时时在互相提醒。我也期待我们今天有很多从外地回来的家人，我们并不能每一个礼拜都见面，但是从主的爱里面，我们会领到了这样的祝福，因为神要在我们当中施行奇妙的功。神毁灭了大地，但他并没有完全的灭绝，神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开始。兄弟姊妹，新家大家相见面，大家吃团圆饭，大家彼此高高兴兴相处几天，这是神给美好的旨意。但是当我们离开的时候，
这是年兽要被耶稣的生命所赶走，耶稣的重生的生命要在我们当中，这个才是我们过新年最美好的祝福。愿上帝祝福满满在咱的中间。这时咱要来吟一个诗歌，新年的诗歌，然后咱来做伙来带祷。我们来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嘛是新年的诗歌哈，主恩典大慈悲。咱坐咧吟就好。主恩典大慈悲，可愿平安过一年，可享救主恩世情，求主上帝听愿意。第二节，感谢你使愿向苦，你所所归等世就推时，沙河沙听来行去，感谢春雨你了，恩典土地好清澈，溪水长老山岭起。我国彩色个土衣，当怀好汉海朋友，世保平安好情丢，花容了无人情乱，美丽天性咱台湾，好笑用情做微信，不管好音就赶紧，带入北岛当修温，树海一个向天文。感谢主，我们在春节的时候一起聚集，我们最大的祈求就是神把我们心中那个我们自己看得见或者我们感觉到的年兽赶走，不是人的能力，而是神的恩典。耶稣的宝血，红红的宝血，赶走这个无所不在的年兽。我们在神面前跟神祷告说：神啊，我心中也许存在着不同的年兽，或是我生活的环境、我的家、我的生命当中，这个不着痕迹的年兽在威胁着我。我们求神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跟能力，靠着耶稣的恩典，靠着耶稣的救恩，我们能够胜过一切。在新的一年，因为有神的同在，我们能够勇敢面对任何的挑战。你也为自己，咱为了自己的家庭，为了自己的亲人，为了自己的工作，为了自己的健康，咱甲主求讨，主的保护、压榨甲保护，神的恩典跟我们同在。最后，我们为教会来祷告，让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大家都同样享有丰盛的生命。我们不被盗贼所抢夺，而是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当中，成为得胜的生命，更丰盛的生命。我们也为我们所认识的弟兄姐妹，有病痛的，有失去亲人的，求主赐下医治在他们当中。我们这时候开始，无论习惯开口或是静默，我们一起为这些事情来线上祷告，为你的家人得祝福来祷告。主啊，晓得感谢你，大家保守信息的做工，保守咱地方中间，愿信息的引传甲伴领随用啊祝福，保守阮所做的，拢一切荣耀你的性命。愿主的平安在阮中间，愿主的祝福在阮中间，愿主的贵咱在阮中间，信心甲阮同在，是阮祝福在阮中间平安这样。主啊，我求你保守阮的生命中间，有主的瓦靠，阮的家庭，为了亲人，为了平安，为了健康来祈祷，为了春节生活来祈祷，感谢你。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个福气，在新春的开始，就像挪亚一样，在他们所处的地方筑祭坛献祭。主，我们也在这边献上我们的感恩的祭，
愿神让我们看见全新的应许、新的生命的展现。主啊，我们心中、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周遭，都有不同的年兽在威胁着我们。我们用人的方法、人的智慧赶不走，甚至力不从心。但是主，你告诉我们，你来是要我们得新的生命，得个更丰盛。主啊，让我们接受主耶稣在我们当中，让主耶稣的生命，我们在主里面就得着全新的志气。在新的一年，有神美好的安排带领。主啊，的上帝，我求你保守，在这春节，做一人欢喜来休假，无论出外，无论是回去故乡，还是家庭的团圆，愿你让阮有欢喜的自责，在临这的中间享受上帝你的祝福，也保守阮出入有你的平安，甲阮三地，让阮看见这大自然上帝创造的美好。我若少年伫玉井南西的山区，伫顶礼拜发生地震，侪人无有一个温暖的厝通住，住伫长坪，还是住伫活动中心，无有家己会当煮爱食的食物。上帝啊，求你怜悯，互因得到政府甲一寡所有的兄弟关心，互因当游玩快乐来过年。俾上帝，阮求你赐福，阮的兄弟姊妹，真侪人对外地倒转来。几日的自责，求你互阮珍惜这个团圆的好日子，也保守阮新的一年，上帝你亲自带领，互阮的生命享受到上帝的丰盛，也阮交为主见证，传福音，看见上帝的祝福，也伫阮所有身边的人的中间。我为着白厅中的兄弟来祈祷，检查因伫过程，因为因家己身体上的欠安，袂当真舒适、真快乐。上帝啊，求你施落你的医治甲透放、平安甲看顾，互因身躯会当恢复健康。上帝祝福满满伫你身上。搁一遍，奉你的名来祝福每一位兄弟姊妹，感谢你，这是上帝给阮美好的节日，也阮快乐来迎接。伫你面前，我来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这边甲时间要到啊，咱师会啊，牧师先做一个小小的提醒啦，吼。啊，稍等的呢，我们在报告之后呢，我们的教会发一个小红包给小朋友啊，所以我们楼上啦、婴儿室啦，然后小朋友等的哈，不过的时阵哦，我们要到前面来哈。我们看见这可爱的小朋友发红包是上快乐的时间哈，从幼稚园开始啦哈，一直到国中都有啊哈。好，我们把这个时间交给师会。咱这回来奉献，我们一起来奉献。
会众请起立，咱唱奉献的诗歌，甘心的奉献。会众请坐。咱做伙来读这个月的金句，伫周报的上后边，咱来读一解台语，一解华语，请。永远的画面就是认捌你是独一真神，搁认捌你册内的耶稣基督。约翰福音17章3节，来读国语的一解。你是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约翰福音17章3节。我们来看周报的第2页报告事项。今仔日咱举行新春庆社礼拜。感谢今仔日服侍的同工，牧师互咱真好的、真重要的提醒吼。新春降临，迎接更新愿我们因着上主的爱，赢过恐惧得到以马内利的祝福来第2点咱欢迎今仔日有真侪女外的亲友转来咱的中间，甲咱做伙团圆，同心敬拜上帝，愿主赐福大家。第2点，牧师有补充报告，但是咱细汉囡仔要领一个红包，另外每一位会友伫离开的时阵，咱有准备一个上帝祝福的话小红包，也请咱会记得来领取。第4点因为是新春假期的关系，咱的办公室暂停办公1礼拜，1月27号到2月1号咱若有重要的代志，咱请敲教会电话，也是和牧师联络。第5点是咱教会对咱大家最重要、最温馨的提醒请咱家己留意自身的安全，出外旅游一切都能够健康、平安、喜乐最后1点，邀请咱大家鼓励兄弟伫过年的期间，也是初二等等，会当邀请全家做伙一起做感恩的家庭礼拜。接下来，我们请夏牧师为我们介绍请安与拜年。各位弟兄姐妹咱每一年春节拢有咱的亲人、咱的囝儿时岁倒转来。牧师最近有一个感觉啦咱即马有诶较早是咱这代爱带去回我们的故乡，或是跟太太回去娘家。即马有真侪回友是你做娘家啦，对吧？你做婆家是你。这囡仔转来咱家所以时代在演变不一样但是我们能够看见很多从外地回来的弟兄姐妹，因为牧师也没有名单有看到很多新朋友回来真的是大大的欢迎。等一下我们就直接彼此来请安跟祝福了今天我们欢迎我们一位弟兄来到我们当中叫陈福系弟兄，来，福系弟兄起来，让我们欢迎你欢迎你来。他是我们瑞玛姐妹的先生伫咱附近欢迎你来，常常来跟我们一起更多的认识请坐请坐拄则有报告牧师搁做几项提醒我们就要来唱一首祝福的诗歌第一个，这个等下看补充报告，就是讲咱后礼拜2月初9过来是2月初2嘛咱的正常的主日礼拜，过来是2月初9，咱有要举行新春的圣餐礼拜请咱会友大家准备心，拢来参加领受圣餐，就像拄则牧师伫讲道中讲的，耶稣基督的生命伫咱中间，咱是用圣餐来做印证，来圣餐来做一个确认咱伫2月16
就是圣餐搁过迄个主日，就是要有一个福音主日，也要邀请咱有一位姜老师，伊是花腔女高音，真好诶，专业的音乐的见证，伊要唱歌，嘛要做伊生命的见证。所以咱唔若讲兄弟姊妹来啦，我期待你能够邀请好朋友，就像我们在那个圣福小组一样，邀请贝斯的来参加，一起从那边领受了一个祝福那我们门徒学校已经开始了欢迎大家还没有报名的赶快来报名来参加，在礼拜日的早起9点，第一堂礼拜的时间来上课来参加第二堂礼拜安尼这是咱的门徒学校安尼好咱这个时阵要来先来发红包，来发红包。小朋友，我们有小朋友都到前面来，我们请老师、主日老师来帮忙。小朋友站出来，站出来。好，到前面来，面向大家小朋友到前面来，面向大家。我们请曾牧师跟谢牧师来发红包，国小、国中还有幼稚园都可以咱做来唱，来听，互咱欢喜过新年来。我对头来唱一遍，来，听，互咱欢喜过新年，听，互咱欢喜过新年。上帝会听，互咱大家正做一体，听，互咱出一过新。搁一遍，来，还有没有小朋友？楼上还有没有？来，过来，还没拿到的举手。欢喜过新年，上帝会听，互咱大家正做一体，来到前面来，互咱出一过新年。要唱到花完为止来，继续，来，小朋友过来。听，互咱欢喜过新年，上帝会听，互咱大家正做一体，听，互咱出一过新年。好，先点名一下，咱小朋友都拿到了没？好，小朋友拿红包的唯一的那个责任，就是要给我们的阿公阿嬷长辈来请安问好，跟牧师讲一句你们要大声讲说。新春恭喜，耶稣爱你！预备，来！咱大人嘛讲，我也爱你。好，咱最后搁站起来唱一遍，互相来恭喜好无？站起来来！新年，听互咱欢喜过新年。上帝会听，互咱大家正做一体，听互咱出一过新年。好，来，咱徛咧咱两边向左右转，好不好？好来，咱来看迄个红字新春恭喜，祝福福利，预备，来，新春。好了，甲咱隔壁请安一下多谢。我们请坐，请坐。请坐，请坐。我看有中心已经分迄个经文的红包啦。有一个小小的经文红包，请牧师安尼摕的这，等下会记得把咱的执事张落摕。内底有2张卡片，拢是经文卡片一张是上帝的话，一张是经文，内底有点刮刮乐，毋是要互你中100万的啦，要互你中生命的100万，要把它刮一下，看这个里面是神给你什么话，好不好？记得给我们的长子拿把咱的奖金摕最后祝福咱大家新家平安快乐大家团圆，愿上帝祝福咱。我们要来做结束了，来。咱做伙来吟上音的诗歌，恳求主，你应带我脚步，会众请起立。
咱请何牧师为咱祝祷。咱做来领受对上帝来恩典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施恩帮助因带，互咱迎接新年，也迎接上帝对天顶来的恩典、保守、平安甲喜乐。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煞，阿门。阿门，阿门，阿门。大家请坐，咱请免遮离开哦，吼。这时阵，咱要请圣歌队来唱一条祝福的诗歌，会友嘛要做伙唱。这条诗歌叫做《赐福于你》，我们看一下，有看到吗？赐福于你，哈。当圣歌队咧唱的时阵，咱们一起跟着唱。当咱唱到后壁段的时，祝福予你，赐福于你，赐福于你的时候，我们要给隔壁有那拱手，讲赐福于你，赐福于你。然后第二遍赐福于你，那个前后赐福，这样可以吗？好，我们先圣歌队来唱这条祝福的歌，我们一起跟着唱啊！备来，主的恩惠慈爱与你同在，愿主的灵时时围绕，恩典降下，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愿主的恩惠慈爱与你同在，愿主的灵时时围绕，恩典降下，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左右，拱手，赐福于你，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前后，来。赐福于你，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愿耶和华赐给你，好，大家平安。咱会记得教咱的中进领迄个经文的红包啊，哈，好，大家平安，多谢，谢谢。